马上就要开幕的市立图书馆新总馆，会使看到工作人员拢加紧脚步咧做整理，要互市民会使共同来迎接这个台南的新地标。为了互更较侪市民知影开幕的时间，文化局也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，并由着市长杨伟特亲自来宣传，邀请市民朋友伫1月2号甲3号2天，来到位伫永康的市立图书馆新总馆，来体会无同的活动氛围。面对即将要开幕了，内心还是很兴奋的。那我们在新的总图里面，不仅有非常多的设施，比起原来的总图来讲，还有原来的图书馆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阅读空间，可以说是比成品还要成品的这个书店。那甚至可以来这边买书，可以来这边这个休息，来这边喝个咖啡。我觉得其实是多元复合的这个图书空间跟阅览空间，还有很多的影音空间。因此呢，我们对于新总图是寄予厚望，但是很希望说新的总图除了提供给市民或永康区的居民，应该是说是所有的台南市民一个好的休息空间之外，最重要的是能够维持一个非常好而且安全的整洁的环境，也能够让新总图除了成为台南建筑的新地标之外，也成为台南另外一个新的景点。那我相信也期待我们新总图一定做得到。新总馆除了各种丰富的设施以外，现在上起眼光的就是这台全自动24小时照册甲行册的系统。会长市长杨伟特也亲自体验，文化局强调，这个设施会使让民众随时都来找家己想要看的册。台南新总图即将在明年的1月2号要正式跟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大家来见面。这一个图书馆当时候在规划设定的时候，就设为一个是所谓具有未来性的一个图书馆，所以它的许多功能其实都是最为先进的。譬如说，我们有一个全国最大的一个取书机，可以24小时2400册，提供民众非常智慧型的随时来做取书的一个动作。所以里面的一些设定其实是非常方便民众来做使用的。那另外就是未来的在借书上，我们都知道过去在借书的时候，取书之后一定要到柜台去刷条码，但是现在我们开始会发展一个叫做自动的一个 App， 民众可以自己借书，自己用自动的载具去做借书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。会长也公布了图书馆未来的吉祥物，以着诸罗树啊为设计理念的瓦报。未来新总馆也有咖啡厅甲创客教室，会使予民众使用。同时，周边也有新建大型的公园，等丰富的内容，要予市民朋友会使有一个完全无同的活动空间。但新闻国报以采访报道。